嗱，而家大家睇世界盃咧，如果去到決賽咧，就發覺喺賽前咧就會有一啲名宿啊，或者係啲重要人物咧，將個世界盃啊、大力神杯咧就係拎入去球場啊嘛。咁你又知唔知咧？原來咧最初咧第一屆咧係幾特別嘅，由邊個人拎咧？啊，點解由佢拎咧？啊，有啲古仔嘅喎嚇。咁啊，其實咧第一屆即係喺烏拉圭辦嗰屆咧，個決賽咧就烏拉圭咧對阿根廷啊。咁啊，當時咧就係嗰個規例又唔係好明顯嘅，咁即係話好多嘢就冇例噶嘛，因為之前啊，咁因此好多拗噶。點拗咧？譬如用邊個國家嘅波咧？啊，咁阿根廷就話梗係用我哋嘅波啦，烏拉圭就唔係喎，我係主辦地方，我用我個波啦咁樣。咁啊結果咧，當時由呢個雷米啊，大家知啦，雷米金杯嘅雷米咧嚇，咁係一個重要人物啊嘛。咁佢就打完場啦，唔緊要。各用半場啊，即係半場用烏拉圭啦，半場咧用阿根廷啦。好啦，咁啊呢件事解決咗啦，跟住到拗啦。喂，咁邊個咧係拎個杯入嚟啊？嚇，咁呢個嘢真係想拗喎。究竟係阿根廷人啦，定係烏拉圭人咧係拎入嚟咧？咁啊結果咧又係雷米一錘定音。啊，佢又幾合理啊？佢話嗱，兩邊都唔使拗，亦都唔用你哋嘅人，就用邊個咧？係用我個女啊，即係雷米小姐啊。結果咧第一屆嘅世界盃咧，即係雷米金杯咧，就由雷米小姐咧就係拎入場嘅嚇。咁啊，同而家咧真係有啲唔同啊！追言及次咧，原來第一位拎呢個世界盃嘅獎杯入場嘅人咧，係一位女士喎，竟然係男子足球賽由女子將個杯送入球場。